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向日葵，歡迎收看又這禮拜嘅12時間鋪。我是小主播臭妹，我是小主播張雨瀟。歡迎觀眾朋友共我來收看這下個電視台全新嘅節目。唔單止係你唔去做過甜甜，你也對其他媒體也看唔到。當然，為咗安慰兒童節目，尤其當從這項研究是建議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我們有發表意見的權利，我們有權利從電視等媒體得到有益的資訊。你綜合後兩個小主播佢哋講嘅內容是，佢哋要對大眾媒體得到有用的資訊，同時安慰資訊，佢哋要出來發表佢哋的看法。你們自己想要關心的又是什麼？我們今天要關心的是便利商店的食品。便利商店食品，這裡面我聽到兩個很不一樣的元素。第一個就是為什麼要選擇是便利商店的食品，不是夜市攤販的食品，不是餐廳裡面的食品？因為有60%的小學生的早餐都是以外食解決的，然後有70%都是在便利商店。60%的早餐是在外面吃，這裡面有70%的人是在便利商店吃早餐。對。我不知道你這樣的數據是你自己想到的？從那個兒福聯盟調查下來的結果。這個數據我們聽起來比例真的很高。那我不知道現實生活，尤其是像你們這種年紀的同學啊，或者是你的這個親戚們，他有沒有什麼讓你留下比較深刻的例子，確實符合兒福聯盟這樣調查的結果？有，我們班上有一個人，他1週要去4次以上解決他的正餐，在便利商店。你知道他是去吃些什麼東西當正餐嗎？可能是微波食品吧。那你有沒有遇到什麼例子？而且我發現我們一放學，可能就是因為還要上什麼課，就是買個養樂多去，結果看全部的店全部都是我們學校的學生，就覺得很恐怖，就很普遍。那我好奇的是，你有沒有認真去看過每個人都去便利商店買些什麼東西？應該就是三明治啊、御飯糰那些。比較容易就拿走的東西，因為早餐比較好解決。或者是我們這樣想，為什麼他們不去其他的早餐店，或是賣這些吃的、賣飯糰的，或是賣其他蛋餅這種其他的食品，而是選擇去便利商店？你們有想過這個問題嗎？因為便利商店比較常在路邊可以發現，或者是就是比較方便就可以拿走，因為那個早餐店還要等嘛，有人急着就拿走。而且比較那是因為它是現做啊，對吧？所以現做當然要等。那你有沒有想過，現做的當然它可能會比較新鮮，也比較好吃，而且至少它的東西是熱的。便利商店買的大多都是那個冰櫃是嗎？對，冷凍庫裡面，然後還要再加熱。為什麼一樣要等微波爐加熱的時間你不願意等，你卻要去買這個一個感覺好像看似快，其實沒有比較快的食品？因為比較隨處可見吧，好吃，轉角一間就有啊！早餐店可能還要過個好幾個馬路才找得到，然後便利商店可能旁邊一個轉角就2、3家這樣子。那除了方便這件事情之外，你們有沒有想過，如果去便利商店的話，跟去一般其他的早餐店相較之下，便利商店還會有哪一些你可能看不到或是比較令人擔憂的地方？它是有些比較多是加工食品，所以你看不見它後面到底做了什麼事情，你完全不知道。因為你沒有看到像早餐店的老闆自己在那邊煎蛋餅給你看，對不對？好，你看到今日臭妹佬張雨瀟所講的內容，被你發現利便商店老幾條的食品科學家當創造的事情。你們其實看來看我們這個星期的12睇你題。唔掂喎，全台灣有幾多間嘅便利商店？正確答案係15057間。哇，安多啊！桃園6300生意就有1間呢，係全世界便利商店前多位國家哦。唔講唔掂，全世界頭一間嘅便利商店係啲哪隻蔬菜冇呢？講來談看下事啊！嘅 Angel 來看陣，82年前嘅美國佬，1927年。美國德州有一間賣冰塊的公司，可以27間的便利商店哦。到咗1946年，也到開店的時間係早上頭7點到晏晡頭11點。第20世紀嘅台灣正結束日本人的統治，今日做阿公阿婆呢，家下都行起生意嚟喲。當時台灣係冇有便利商店，以為係雜貨店。到咗1979年，統一企業成立嘅 7-Eleven。啲台北、台南、高雄可以14間嘅便利商店，所以傳統嘅雜貨店就慢慢地被人取代嘅。經過為30年，
便利商店就渐开渐多，渐开渐多，也超过1万间了呢。唔爱上课那么，自家一日睇得到几多摆叮当上咯。那你就看得到便利商店，你想法就讲一地片，尤其系食的东西，对食走到食样，正常都难得。唔想爱食的东西，也特别做钱都有卖哦。上来也得同学对便利商店买嘢食的东西有乜嘅看法呢？腳腳停停寫好嘅，向下落去了解哦。今日先來做一個調查，同學有朝朝去便利商店買東西什麼呢？看起來朝朝便宜一少呢。嘅小朋友好食便利商店嘅東西麼呢？有一般客家都好食呢。上來有啲同學心肝頭都很用嘅上嘅，呀就出隻落去問佢啦。先來談看啦，同學去便利商店都買乜嘢？我都會去 7-Eleven 買涼麵、魚飯團還有麵包那種。大漢堡那個裡面的熱狗啊，或者是茶葉蛋。我買這些東西的時候會考慮到營養這個問題，但是那裡面的東西有些也還是不太營養。我不會去 7-Eleven 買早餐，因為我覺得可能不太衛生，可能放了一些藥劑、化學藥劑，所以不太敢吃。有啲同學做乜嘅我去便利商店買東西來食呢？會去 7-Eleven 買東西吃是因為比較方便，然後裡面有時候也有座位可以坐着吃。不常在家裡吃，是因為媽媽工作很忙。我喜歡吃媽媽做的東西，可是媽媽偶爾會不想煮，然後我就會自己去外面買。比如那個營養午餐，有人吃太多了，像有時候麵我們就會吃太多，就有些人吃比較少，然後就下午就很容易餓。然後所以就要去 7 那裡買東西吃。只有出校門，第一件事進 7，第二件花錢，第三件破產，享受美食，第三件破產啊！我沒錢了。我覺得7的東西不好吃，可是附近沒有其他商店可以去。但如果附近有麥當勞，我一定天天都會去買。係個，我唔做點做，你就會買乜嘅東西呢？如果我是店長，我會賣很多餅乾、糖果給小朋友吃，因為他們很喜歡吃糖果。甜甜圈、滷肉飯。如果我是店長的話，我會賣一些比較可以吃飽肚子，還有比較營養的東西。這樣就不會有一些家長太排斥說 7-Eleven 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多元化的早餐，例如像早餐店的那種早餐。我會自己賣，我會自己做早餐賣給那個客人吃，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手藝很好。而且別人看到如果我親手做的東西，他比較不會害怕放一些不好的東西。熱量是一種能量，它可以透過食物進入到我們的體內，提供我們所需的動力。像跑步、工作和走路都需要熱量，連呼吸空氣時都需要熱量哦。18歲，學行要夾夾做來哦。哇，阿美哦哎，俺电影一定要慢看。对我来讲，刚才这段影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台湾竟然是全世界便利商店密度最高的国家，2300人就有一家便利商店。你们有想过吗？你们这件事情，你们不惊讶吗？蛮惊讶，因为一直以为只有几百家、几千家这样，结果没想到有几万多家。1万0多哎。对，好恐怖。你生活周遭有常遇到便利商店吗？很常，因为我们家一出来，旁边就是个便利商店。那你们学校呢？学校有2家哎，后门跟前门都各一家。2家。哎，我注意到现在
回来之后，大家手上都有一个东西哈，我拿了一个三明治，这2个是你们自己选的。我们跟观众分享一下，你们在便利商店选的什么东西？为什么要选这个东西？我选了御饭团，因为我发现班上很多人早餐都吃这个御饭团。很多人是指你，比方说班上你们现在几个同学？29位。你曾经看过几个人同时吃御饭团？可能只有13、14这么多人同时吃一个御饭团这样。快要一半的人。快要一半，对。你那个是什么东西？我就是咖喱饭，因为这其实应该算是解决正餐的东西。微波食品。很多人都选择这个。你看到短片当中就很多，很多小朋友他们去买，除了方便之外，好像大家也很关心营养的问题。那问题是这个东西营不营养？我是看它的，比方说颜色吗？还是看它的价格吗？我怎么知道它营不营养？我们要看后面的成分表。如果后面成分表有许多，譬如好，你念看看，你那个咖喱饭有什么成分？譬如说醋酸钠、氨基乙酸。好，到此为止了。我们看营养成分表，知道它营不营养？请问醋酸钠营养吗？我不知道那什么东西耶。聪明讲的一条东西都是食品加糖分，主要是为了帮助保存的时间来改善食物的品质，或者看起来同食起来美味。有观察过食物的包装后有哪个加糖分吗？营养成分表这件事情，它已经标示出来，却不能解决我们去判断它有没有营养，我们还能怎么做？所以我们这次就有特派小记者，请我们的珍姐和蚊子去问我们的营养师。今日呢，我们好了检查，你在礼拜的小母安胎。现在记者蚊子、珍姐位在天母黄以玲营养师的办公室外。等一下，我们就上去询问黄以玲营养师有关便利商店的问题。CO 斯健部 ，Let's go！这些都是小孩子常吃的正餐，就是在便利商店买的正餐。那想请问营养师，哪些东西对小孩子的负担比较高？其实我知道小朋友很喜欢喝饮料，那你们会选无糖的吗？不会哈。那有看到它的糖分的来源是什么吗？蔗糖。蔗糖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个高果糖浆？高果糖糖浆呢，在很多的国外的一个研究，那吃太多这样的果糖，对我们的肝脏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所以也比较容易会有肝脏的发炎的问题。那另外的话，我们当然说吃饱就是三明治或面或者是饭团。如果说它的成分是密密麻麻的，然后很多是你看不懂的一个化学成分的时候，那因为这些化学的调味料很多都是我们讲的钠盐，钠吃太多就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血压，然后造成我们心脏、肾脏的一个负担。因为要去便利商店的小孩子都一定是爸妈没空嘛，那就是要那些小孩子一定要买，可是那他要怎么买会就比较好？第一个还是看一个成分那它的成分就是说是比较简单又清楚，然后没有很多的一个复杂的化学的一个添加物或调味料的我们可以优先的一个做选择。那另外的话就是尽量挑食物的一个原型。那食物的原型就是你看得到它原来的一个样子，譬如说你选茶叶蛋可能就会比选热狗来得好那热狗跟火腿真的不能吃太多那因为刚刚讲的火腿我们有看到亚硝酸钠，对我们来讲身体是一个蛮重的一个负担那其实很多便利商店现在都有一个新鲜的一个食材比如说有香蕉、有苹果，或者是鲜奶，或者是豆浆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便利商店是真的很不方便的时候去便利一下那可以的话就是尽量是选择现做的会比较好。
多亏我们2位特派记者，你南白地讲，原来啊，伊里片上的卖东西就按到后门就当过。我不晓得你们看了营养师的这个讲解之后，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帮助我们日后在便利商店买东西，能够怎么样来做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呢？就是不要尽量早餐就是去买豆浆、牛奶还有蔬果这类的搭配。我是觉得说买原本样貌的、没有加工过的东西，譬如说是那个关东煮里面的萝卜，还有香菇，然后蔬菜水果这些还不错。那我会很好奇，就是营养师讲的很多的资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那包括电视前面的这些观众朋友，跟我们一样年纪的这些同学们，他们也知道了要怎么样来做选择。可是我下一个问题也问你们2个，也问大家，你们觉得要遵照营养师的建议，日后去 Seven 都要买这些东西，这件事情你会因此做出改变吗？这件事情容不容易达成呢？不容易，没有办法，困难哦。那我们这节目不就白做了吗？怎么办？所以啊，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慢慢尽量少买。少买什么东西？就是密密麻麻的那个什么成分表密密麻麻的东西，看不懂就真的不要买，吃了没好处。所以去便利商店不要只看价格，不要只看它的颜色，不要只看你喜不喜欢它。现在开始去便利商店挑东西，成分肯定也是你一定要去看的这个项目之一。除了便利商店，市面上大部分的加工食品都有食品添加物。最从1803年5月初日开始，只要说是建立的第6制度，要求所有买食品添加物的业者都要上面登記。南白係講發現出現問題，是在簽到而負責的人類。是像係兩個臭妹還有張玉霄講的，第一係去看事情，自己要做到，冇是係要求朋友做到，因為難去看事情。所以這次的節目結束之前，我要請所有的觀眾朋友轉移想一下，就給各位小朋友，你理下啲的去里片上掉買東西，除了看價值、看好看冇，香啊唔香，好看冇看，我記得身份就好看。不過，你自己做得多麼？好好思考呢個問題。當然，看得到精彩節目內容，下個禮拜六下午7點半，喺橋下我準時來收聽 Annie 嘅小四 K 鋪，拜拜。下次要準再時收看哦。見，記得要看哦。要看呐。拜拜。现在小记者们位于314反核游行的现场，等一下我们要采访今天来游行的人喽。Let's go！ 反核游行，打扮成这样子，有参加过几种游行？我自己参加过2次。这一次办怪兽电力公司是希望小孩可以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我是祝生娘娘，祝生娘娘代表再生的力量，还有土地孕育的力量，而且要保护下一代。请问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反核？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其实并不适合发展核能发电，再来我们核能发电所产生的核废料，其实不是我们台湾有能力去解决的。如果不盖核能发电厂，我们的电费会一直上涨。那你为什么这样？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核能发电并不便宜，那是政府的谎言，请大家不要被骗了。核能发电是非常昂贵的。有什么动力可以让你反核这么久？因为核电对台湾来说，它是如果发生灾变的话，那整个台湾几乎是完蛋了。大家都应该很努力的来反对核电。以上是我们今天的采访内容。那你对核能是支持还是反对呢？